也若针对高端的争议，立法院朝野昨昏协商了后达成共识，伫今仔日召开临时会。所以行政院长陈建仁会带相关部会首长去参加临时会，卖提出专案报告接受质询。另外，卫福部七八时是各发公文给高端，要求提早公布合约，不过高端并无回应。请问各位委员，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没有异议？好，没有异议，通过。大选前5天，本来当日休会，立法院要伫初九规天召开临时会，因为国民党团指出，副总统赖清德进前表明认同公开高端的合约，不过行政院一直无动作，提要求院长陈建仁甲相关部会首长进行专案报告，并备质询，朝野协商了后达成共识。这个合约到底有没有符合公平正义？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有没有图利特定厂商？第三点，这个疫苗有没有符合国际标准？在疫情的期间，这个这么紧急的状况下，却来去做相关的一个护航，甚至引发国产疫苗后续的争议。我想这个是国人非常不能接受的。民众党时代党团拢表示，希望会当清楚高端 EUA 申请估计无正常的状况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，执政党愿意好好面对，因为对高端的争议，立法院邀请各会报告3届，国家委员会加调研小组的处理已经开超过20场会议。批评蓝营即马搁拍高端，是因为选情着急，进行政治操作。审计部的审查报告也做出来了。有63个人是一言提告都不起诉，这个工作请如技巧嘛。111年的11月3号跟11月22号都有发函，请他提前公开合约。这一次我个人也跟高端联络很多次，那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我回复，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再发公文给他，请他考虑提前。卫福部是讲，已经真侪届向高端公司建议，会当提早公布合约，不过拢无得到对方的同意，会持续沟通。所以伫高端大营进前，初九行政院专案的报告内容，恐惊也是看袂到高端疫苗的合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